家家有好事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泽伟。大家好，我是俊俊。我是王雅诗，我是王雅诗，我是嘿，刘洋咯。王雅诗。Oh my 雅诗，你系意思讲上嘅王雅诗啦。系哦，王雅诗啊，做得唔过你系意思條韓國係講落水，你也冇雅詩好王嘛噶？唔係，我講係唔記得。唔記得嘛？該雅詩有咁多好食嘅東西。哦，我食東西係嘛？係啊。我老你講冇問題，根本呢，我老強到為萬能主廚，你相信嘛？該，佢都做得煮過你食。你安好，你對我安好。好啦，上班你考機，所以呢，你禮拜10個人繞牆機，完成你嘅任務。好，好冇？結唱佢出來。好，你咧繞牆裡邊呢，唔使去嘅主廚哦，行專業行主廚啦。黃主廚好，哎呦，主廚你要談到幾年嘛？計冇？要，你講幾度需要咧？然後講。你真嘅有創意，因為主廚5星級的主廚，你很給人中啊，而是雅詩料理，太好了。對呀，基本嘅主題呢就按到5星級嘅主廚嘅雅詩飲食，夜市人生做得嘛？夜市做得。主廚，你因為我按你講，我緊張。唔會啊，唔會。真嘅解啊，我可以啊。大半夜出來哈，本來有個任務的時間，我一方面很尊敬，一方面很害怕。叫乜㗎？5星級主廚，你有按過雅詩冇？你自己主食咧？你吃到雅詩有乜嘅好食咧？對你來講，印象當成。臭豆腐。臭豆腐。我好食鹹酥雞，因好食乜嘅？我好是麵線啊，韓國蚵仔煎啊，韓國雅詩還有。雖然偏音講未當好食嘅牛排，我講，雅詩吼講按都按好食，不過對我來講，對東人來講有一個問題，所以講我一按雅詩，按到東西，怎麼可能一網打盡呢？大家都相信。係啊，咁樣嘅曬主廚有辦法，幫你想要食嘅東西，根本一攝地位度，盡量滿足你，好冇？好，做的。真嘅改啦，真嘅好，這樣我又要給他一個願望。好啦，給主人講吼，你要開始很太個鎖定電視，某一天哦，你做嘅東西，俺不要去雅詩，吃唔到。好啦，先講，第一道出來做乜嘅？掛包起司堡做臭豆腐薯條。很多項哦。對。掛包嚟啲啊，地包都會包肉嘛，酸菜啊，掛包起司堡，有一點像漢堡的感覺。中西合併。好，中西合併，還有乜嘅薯條？還有乜嘅？臭豆腐薯條。臭豆腐嘅。做嘅薯條。結交來看樣板做好，好冇？來，開始哈。來，開始以前先介紹一下，做乜？食材有哪啲東西？掛包已經來嘛？牛，唔係是牛用豬牛嘛做的。好。你美生菜，蔥條，你係酸黃瓜，漢堡地方都一定要有酸黃瓜。因為我哋是啲掛包哦，要用個酸菜嘛，你係酸菜，改德式酸菜。德國嘅酸菜。我啲。很多豬腳用嘅是豬腳嘅酸菜。哦，自家做嘅，也可以買。自家做嘅。哇，正宗。德國豬腳嘅酸菜。好。所以講，你掛包嘅元素吼，通通都有。只是說我變個西式嘅方式。起司卵，你個臭豆腐。連帶來係冇，係經常講奇怪嘅，根本用乜神通係要寫神，有乜有意思啊？哇，
讲出体会一定要出然后分批哈。哦。实实做爱，实实是你的眉头上袂响。好嘞，开始做，先做嘛该。来先俩。冲跳。冲跳哈。好。冲跳。哦，那去切油油。嘿，切油油。汉堡底部都一定要有冲跳。因为啊，有时是食广东肉的时间，有个从头呛辣的味道，会本两肉气哦，含啊提升。好，好。那又该碗公夹呀。好，两下好。来，俩牛角肉哈。哎，用下。用下去。你俩牛肉是你就是市场买高好的出来嘛哈，今时贴片2半一。不是。好，你做俩冻煎蛋哈，都下做，好来。做汉堡排嘛哈。嘿，汉堡排。盐巴，盐哈。来，好专业哦，好。阿给导，走，穷安尼点？没弄来专业，我就一直讲。好，来告大家一个诀窍哈，怎么做汉堡排哈？来，不然一点点油哈，油来，应该数行系嘛？那么好，对，好，一点油，好，对，好俩，差不多150公克一张，150公克。迄讲较无经验的，我卡迄有讲有个凉气的法吼，做得凉一下。你看下吼，你手油吼，也不用是每黏，哦，爱用打吼，让本去地部个空气。打出来，嘿，等下煎的哦，咱会散嘿，会散的哈。好，那是一张。哦，你就是这个呢。好，加牛肉差唔多係幾多嘅量？牛肉差不多300公克。300公克哦，安尼以後記啊，你差唔多做200個飯就分量班嘛，哈。火滾呢？佢主龍不用下去整，係嘛？來，麻煩你，小哦。脆啲面皮。小哈。好，你拜託一下。好。試下手哈。好。來細數哈。你蝦肉準備好嘅錯冇？佢愛撒下來做嘛？煎肉，佢好油係嘛？先來熱鍋好了。好，來。油唔是挺多，唔是很多哈，佢牛油脂。哦，佢等肉燒，等火燒咁樣。好。所以肉辣燒就做得啦，你嘅肉排表落去嘅。其實火唔是很大哈，次來煎。傾一下。傾一下。好，呢下好，該鍋蓋咯。好，傾起來。好。熄火，冇杯出火嚟，地板燜熟。配菜有啲雙黃瓜。雙黃瓜。你好是蒜的吼，是少啲用好多。哦，好。姜哦，切泡泡嘅，還有你嘅美生菜。美生菜是傾一下。一洗過嘅嗬。洗過有變過變水嘅。傾一下。好。燒。你個概念出嚟，你特別去冇杯食嘅漢堡嘅概念嘛？你用漢堡嘅嘅包嘅換做掛包，哦。哦，你係。哦，先貼好來。先貼好來。哦。咁你係토마토。好，熟嘅先切咯。토마토咩洗過嘅，切泡泡嘅。你嘅概念就係模仿雅西呀，就模仿雅西勝利後嘅時間咯。好，好，看一下哈。好，來不愛，好。哇，咁樣就皮都香味咧。係啊。而家凍煎蛋吼，都我手在做，時候是穿過去了。羽毛啲顏色又出來咧。師傅，咁嘅，你講係講
莫是牛肉做得用猪肉啊。猪肉、雞肉是唔做得？豬肉地度會摻點皮嘅冇？唔是，你豬肉是用好配嘅。哦，好配嘅，嘿。嗯，係賣嘅些就到幾多？就差唔多數的3，配嘅1，3:1。哦，3:1。食起來哦，唔會，唔會唔會皺皺。好。好，就我傾起來。既然你包嘅做得按競爭唔怕吼，包嘅可以啊，小。差唔多。按差唔多吼。差唔多，係。好的。來，鴨是先切對半哈，來切到薯條的形狀咁樣。好，咁樣你做薯條，除係用豬頭腐直接來泡，哦，切到差唔多，安尼頭腐嘅太細，薯條嘅太細啦。薯條太細。嗯。好，安尼差唔多做得咧，哈。差唔多。好，差唔多3地。3地。3地哈。你也是可以大火咧，吼。好，差唔多吼。你差唔多係火嘅，嗰時正好，你要 cheese。哦。cheese。cheese 用，你嘛做得用嗰係 cheese 片。嗯。你係嘛個 cheese？你係披薩 cheese。哦，專門做披薩。披薩。你食我講嘅時。你嘛做得用嗰係 cheese 片。啊，披薩嘅 cheese 下會添嘅係絲嘅時間，會賴葱葱。賴葱葱。好，接下來做乜嘅？煎卵。煎卵。煎卵。很豐富哦。好。你喜歡攞佢打到滿地圖錯冇？廚師嘅習慣就係看卵，讓卵為白天，先打到滿地圖。哇，其實用煎你沒做得，用烤箱烤沒做得哈。你特別做係用煎呢？用煎的。就唔是用烤箱誒。唔是。好。因為模仿嘅也是呀，摸烤箱嘅時間用煎嘅哦。好嘞，開始做得。好。講話是做得哈。對。好，用好嘞。用好嘞，出冰咯。好。哇！好，我呢一卵，好嘞，雙魚哈。好，好，你睇你要炒嘅係酸菜。酸菜，酸菜炒過香味啦出來，唔會食到彈槍嘅酸哈。這個嗆米落去炒嘅，去除腥味，味道就出來了。上香誒。好。你睇蔥條吼，可能是生的嘛做得。哦。咱有煎過嘛做得。哦，你像咱後是生的。有啲辣辣的。咱是平常時做得。係。唔過我有建議啦，唔驚，薑色辣的做得先泡冰水，加辣的米絲係冇按沖。電火。泡東西通常嘅溫度係幾多？差唔多160度。160度。我吃到師傅懂厲害係，一般來講，你去鴨絲食豬頭腐嘛，旁邊都會有泡菜，你酸菜可能也是，就是讓有那個搭的，很搭的感覺。好，而家擺好以後呢，用一條個乜嘅？茄汁布，番茄醬哈，好啦，不用了奶，不用了料哈。好，哇，安尼有看到啲破東西，佢當像啲鴨絲誒。係啊，有感覺了。係。你冇講我吃到，這不是臭豆腐，這是薯條。可能當成薯條。哇，有那種酥脆感。有，糖到上誒，糖到上。其實豬頭腐係講，anyway，黑胡椒鹽啊，也係溫呀番茄醬，其實
tomato 酱没做得啦。嘛做得，其实你调油辣椒酱嘛。嘿，好。有的也按款有该美式。有，哇，好高级哦！你要饭店做的卖哦。没有。而且是国宴级的。要是哈，等下是等下不用送。哦，甜马上皮哦，哎呦哦，安尼大可能问大家看好了，父母菜，来，同大家讲，主厨。还有咧。哦，鹹菜這個解啲咧哈。梅頭下粥。哇，冰到旁邊有泡菜的感覺。Andy 嘅胖主廚，幾時問大家食咧？係乜嘅？掛包起司堡做臭豆腐薯條。來了。件哦，L 唔輪。哎呦，對，件 L 唔輪。來上一下翻譯機，歐姆蛋哦。對。嫩哈。硬。擦係咪？擦就是有一點焦焦。哦，擦哦。做對嗎？做對。希望你。你講愛你煮。哦，有嗎？啊，有擦。哦，吃下來啊。哇！掌聲鼓勵啊！哎，第一試出來的表演呐！謝謝老闆。哎，你要正經吼，愛懂太厲害色了哈。你完全跳脱出來對掛包的印象。我知道。比 Andy 吃平常的汉堡它清爽，跟肉啊，还有我知道你改的酸菜懂厉害，真的懂厉害，就是德国猪脚那个酸菜啊，本跟肉啊，还有那汉堡加当多粉，你呢？我啷讲你秋豆腐挺厲害咧，聽講你一份幾多錢？哎，我啷講日本哦秋豆腐鋪個啊，你平常炒下來食，好，冇像今日要改良嗰種用嗰個竹籤，好傳起來按2地3地強下按食，你倆大點按牙籤煮點就做得食咧，係啊，都是咧，我啷講我來一份好仲好食，好食，啷講？嘿，唔敢食粗豆腐的人，一定敢食的呀，因為基本那個我剛剛講的呀，酸菜還有 tomato 醬，臭豆腐跳脱我們的印象，完全跳脱哎，細時嘅咧有冇啊？聽講話腐咬豬嗬，今日變腐咬牛，啊，都好食。啊，你最厲害，魚鴨絲馬家都食得到，不過這樣食咧幾樣嘅唔辣，撒下落去煮物雞，上一下攏嚟講。啊，要海鮮麼？但是要海鮮，好冇？我見L 唔輪。哎呦，對，L 唔輪。來上一下翻譯機，歐姆蛋哦。對，歐姆蛋。歐姆蛋唔係早午餐早晨食咧，明用咪用，我即唔係得下去一盤有太拍片的粉嘛。那本該我間國際化。哦，國際化。來看一下，哎呦，來看一下國際化係乜解？乜解？我見L 唔輪。哎。恰恰，那是銀色的嗎？人家是銀色啊！我講係加食嘅薯條啊、漢堡，我薯條仲講我恰恰，唔好，我一改俊傑嘛，JJ，冇啦，開玩笑，你都好走氣啦。冇哎，低壓是沒有哎，這東西咩批下柳橙汁啦、果汁啦、飲食菌，咩批下劇情哦。好啦，加講到去做嘅係蚵仔煎歐姆蛋，
你客家话当难讲，唔做嚟讲哦。蚵煎，卵。你安尼咁讲什么呀？蚵儿煎，蚵煎，母卵，母卵。太厉害，错。蚵的嘛，睇下就啲蚵的嘛，啦，記住呀，蚵的煮一兩，哦，蚵仔煎，你一般嚟食蚵仔煎啊，太白粉啊，魚天有拍菜啊，錯冇？唔過批蚵牡蛋啊，唔是食過，唔是食過。係啊，佢個烹調吼，肇慶條是有該煎卵嘛，應該蚵牡蛋蛋卷。錯。omelette，跟蚵仔煎哇，好國際哦，感覺很像法式料理。好，開始嚟做。好，開始啊！我介紹下吼，蚵兒吼，你睇食料嗰種用台啊。用嘢咧用長介發音嘅蚵兒，你睇芥蘭，你睇小白菜一定要。啊，你睇到時間蚵仔煎吼，一定要買海山醬。哦，海山醬，一般嚟講海山醬，冇不了當要買片的啦，迄講自家調的話會當難。唔係，當然咱是tomato加番茄醬，番茄醬哦，高豆水、湯，調油，一點點加醋，還有熟的，凍煎蛋。愛煮嘛，唔是？煮開。煮開了。哦，煮開了。對。溫海鮮用了真嚴重。嘿，好，還有該，因為我們要走上國際化，生菜，好，你要開始做哈。來，先打亂。先打亂哈。小助手來。哎呦，拍謝哦，怎麼好意思呢？來。先打，你的鴨絲一定要設得出蚵仔煎啊！蚵仔煎嘿，啱咪講回事。係啊。卵哦，告大家一個小偏方，就是說，加料鮮奶油。鮮奶油。要洗起來那種味好滑順，嫩嫩的。嫩嫩的。客家話客家國語叫嫩嫩。嫩。加幾多？差唔多1湯匙差唔多。差唔多。按你1湯匙差唔多。好，本來就加鹽。哦，鹽。來。做得。好。油哈。有咩加油呢？加油哦，等下。加油。嘿，95。好，加幾多？好做的。開始。哦，來啲師傅咧，你平常啲屋卡煮卵啦，有時是時間雜唔到，卵做到變老，哈，有時是想要做歐姆蛋啊，就變歐巴，然後你方法當好，所以用鮮奶油，還有一點油，這一類哦，你看等下看有個卵會凍漿，佢等下還不用油嘛？這樣誒。因為一般煎卵就凍食油，你啲位都實個加油，啲個煮嘅時節，佢就下滑嫩，喺油，係油落去，直接煎下好。酸菜搞太緊要滿做歐姆蛋，哈。嘿，好。啊，你下呢？先切啲小白菜。好，小白菜先切的哈。小白菜，你下是嘅蚵仔煎。一天內變嘅啊。因為你係爆起來吼。我切中台，還用手。按你說好，好了，不要去了。好，我朋友當搞怪哦，大白春雨都講啊，我不敢吃那個有腥味的鵝啊，我只要吃蛋煎。有啊，人家帕斯里哈，帕斯里等下有撒在那個歐姆卵。我鐵背看到用帕斯里用蚵嘅皮殼嘅吼，皮殼。那就下試試嘅食法啦，不過原因為家嘅切青菜啦，切青菜嘛做得啊，係啊，嗰就係中式啦，喺基本係教大家國際法，係國際法。基本嚟講，像你啲老輩食蚵仔煎，基本直接按你哋可以煎，你哋還可以成10個嘛。那因等下會爆起來。您幫我們開火，什麼年？等下爆咗第幾度誒？就唔係像你台式嘅食法，所以講。全部向下剪。你要除嘛凍煎蛋，凍河水。等下哈。好。來，你要水，要燒，你要燒。要燒熟咗咧，你你水吼，唔是長滾，你長滾吼，該你要
要揪起来，要揪起来哦。哎，搞太搞哦，莫跳滚，哦，我是。学的就变下去咧。变下去，莫跳滚。好。你就成日嘅當校本成日是你係學嘅嗬，因為佢當中呢有嘅豐富嘅牛磺酸，喺成日第一食媽媽嘅냉嘅時節，就食得到牛磺酸，所以係講做得是學嘅時節，佢就會有嘅當豐富嘅營養。好，羅迪還有長知識哦，因為你有讀書啊。有做媽媽之後，就會了解到，為咗成日研究食嘅啊，係啊。哈，我拢唔做冇強用。你本來就當好事哦。沒，太假如講，誰來愛食哦？因為有心嘛，就會哇，強壯會嘛。豐富的鐵質啦，我哋講下溫學掉，好冇？好，加你嘅湯蚵嘅水唔怕，向下做得來湯誒呢拍菜。拍菜好嘛，一下子好咧。強用愛食喎，嗬。好，呀好嘞。好，拍菜咩湯好誒？生下來做乜解？來咧煎。我嚟煎卵嘅嗬。牛母卵啊。牛蛋。牛母卵。來。好，強用愛油嗬，唔過佢底部有不用油嘅啦，卵它是油。你要煎咧歐姆蛋吼，有這個是要有點嘅經驗。莫調到嘛，總得調少。嘿，你調到吼會變個破卵。哦，我們調少吼，佢會黏住，就變成菜脯蛋。你溫度吼，會差唔多80度左右，嘛總得調少。我開小火哈。來，好，該卵吼變下去。吃的標，然後它也來攪拌一下，差不多，你看差不多凝固了。我嘅搖啊，記得要火莫太太哦，莫太太，好莫底下帶下出火來咧。好，莫太太。應該自動係啲鴨絲做得買啲。鴨絲先總得調太火。一會兒吼，不用落去，不用下去，不用下去，來拍菜。好，加煮過嘅拍菜，不用下去。哇，好酷哦！好，秘密武器哈。秘密武器來了，是什麼呢？起司絲。起司絲。哎，木蘭啊，用你的起司。跟大家講這個，當這個日。都到你起司哈，你要緊緊，滑口，通常又香，私房料理哈。等下起司第一哈，好，等下這個準教大家哈，一個偷師傅就是說，其實我們在家裡煎，你看其實這樣有點乾的時候，我們可以旁邊再一點蛋液，這個加一點啲旁邊，唔過火嚟火，仲細火，細火，仲細火哈。好來啦，哦，安全是不是？哇，好來。鮑魚來哈，好，天天嚟哦，來，哇，好，你係做生意嗬，你係挑家出有良心，看得到紅嘅，動到渣，到念出來，有到你而且念軟軟的，軟的，是很硬的，很硬是煎上色時候的。軟哈，硬，擦係咪？擦就是有一點燒焦，擦哦，然後做對嗎？做對，希望你。你教我哋煮，哦，有嗎？啊，就擦，係我哋教你下加法。哦，好，做對。結束一面擦，一面來捏，一面嫩，好嘛？好，用差唔多。可以限定一下哦。來。好，你要乜雞？唔是，來可以啊。哦，出隻嚟啊！哇！掌聲鼓勵啊！哎，啲鴨絲出來的表演呐。我哋要整理一下哦，整理一下。哇！你先當從台灣誒？係啊，台灣代表。
你好，因为我们要国际化嘛，我们就配点你看综合的生菜，还有罗曼啊、风生菜啊，那造型都是了是哦，真紧动丰富有啊，精力满满。上爱早午餐吗？有，动枪。因为你好是虾贡就做得过虾贡。做对啊，你看我是用虾贡那个啦，虾贡煎，虾仁煎，花枝煎嘛做对。系哦。又要用昆油。冻姜。其实昆油冻品牌跟蚵仔煎经过一个变化吼，昆油是变国际性。那海参酱好。哇！好厉害哦！还用原本50块蚵仔煎哦，经过彭师傅变500个。这好像是我常讲的哈。因为那个又该沙拉嘛，沙拉，你还嘛该酱？你只冻精蛋沙拉酱，一般该酱就好嘞。沙拉酱是说，你用和风酱嘛做没做对吧？哈，按照海参酱行嘛做对。没做对。好，最后最美的巴西里，来，好有吗？来，要干锅嘞哈。哇，像太假色的嘛该？蚵仔煎，又唔软。对咯。有没有？茶汉。哎呀，谢谢彭师傅啊！接下来要煮什么料理啊？这个很国际的，美希个润饼啊。黄来安饼起来，那又从亚西世界，哎你都，亚西地图又盘点。真的鸭丝没有呢？细是改蚵仔煎。好。你蚵仔煎吼，蚵仔煎吼，所以咧冒充鸭丝诶，鸭丝嘅剪高长长嘛，可能是因为太搞要讲给出货来，也系讲火气状态。这个是这个质感很好。所以咧当中，有迄个嘅海笋嘛。你要懂流行那个很漂亮的那个球在上面这样飘着海浪的感觉，有海的味道，好。刚好是香港呢，一半啊，cái蚵仔煎，大家出上講龍粉，你用來要木卵，本來按你改咧蚵仔改甜梅，凍面鹹就出來。當搭配就生菜吼，錯。其實早餐還用是凍精。香港用按啲菜體改食菜蚵仔出凍好食咧。精力滿滿。另外吃鴨絲啊，我大概有看到。你還懂流行的異國料理，有印度甩餅，有乜嘅？還有乜嘅？還有泰國，還有韓國辣炒年糕。你做的是第一異國料理嗎？你鴨絲做對啦。哎呦，你做對了。做對，還胖師傅嘛。有沒有？茶漢。哎呀，謝謝彭師傅啊！接下來要煮什麼料理啊？這個很國際的。美希個潤餅啊！哦，美希個，墨西哥。哎呦，墨西哥安念咧潤餅喺台灣咧，然後墨西哥有乜關係？結果來煮咯，好嘛？墨西哥潤餅。潤餅，I said Mexico， 因為我媽會講客家墨西哥來，老師教一下。美希哥。真的哦。哎，咩沙馬沙？墨西哥哦，墨西哥潤餅哈，潤餅啊，大家都有食過。你啲鴨絲底部包凍到菜，還有乜嘅紅燒肉，
墨西哥润饼是董上来吃。董也拿讲到墨西哥润饼，厨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墨西哥饼，然后你的润饼有嘛冇共用？冇共用，那墨西哥饼哦，英文叫做 tortilla， 嘿，不是卡基啦，要用低筋面粉，超多玉米粉建构，它甚至是用烙的，其实都一样，但是我们这个是比较薄。因为师傅想讲，你爱按你还卖得多，好，就用你爱来按你示范。给你台湾雅士的圆饼，日本都爱加讲当葱油的红烧肉，你用嘛来代替？我用熏鸡胸。熏鸡胸嘿，莫不买也到哎，就是墨西哥饼里面要有的。嘿，那莫你爱个熏鸡胸哦，你用个鸡胸嘛做的。该用苦嘛做的，牛嘛做的，跟买准了要先处理嘛。你要买准了是切的是做的是，有冇不要偏的，偏的就超的啊！你冬葱嘛该点么？你冬葱你圣诞节要设在放给你好，来开始来做的哈，要先做嘛该？你润饼吼，卖准了吼，基本上用照，先吹一下，好，谢谢。来介绍一下你的地步的东西吼，其实应就是传统夜市的个润饼啊，有当到有豆干啊，有个高丽菜啊，那个卵素，所以讲看到你润饼吼，也要让它国际化，所以做你美西哥润饼，美西哥润饼吼，其实你地步吼是美西哥。饼来地步的东西啦，一定会有嘿，你看美生菜，你系个香菜，盐水广，嘿，香菜广，你看玉米粒，玉米粒，葱条，嘿，你介绍一下吼，你嘛卖多，美西哥辣椒，英文叫做 jalapeno， 那当好食的啦，酸辣，好，你系辣椒水，Tabasco，好了。还有一个 tomato 哈，一定要有嘿。tomato 给批时候咧吼。爱批。底部要浓毛爱，姜跳色，系冇？嘿。因为圆饼啊，底部都有当多菜，葱油迄都唔得太水，适合个饼就圆起来。嘿。今日做法吼。那饼会煎过。好。个墨西哥饼吼，还有冻葱油也是，伊一定会绕个沙酱馅，还有个洛梨酱，还有一些酸奶，酸奶，今日搭配酸奶时候，酸奶其实冻简单。用板粥，嘿，卖个鲜奶油吼，嘿，奶油，好，用下去，大米饭，大米饭。因为墨西哥的东西，吃的东西差不多都酸辣嘛，加师傅讲的沙酱，然后之后懂你喝沙酱，你的节目底部都没有介绍过，有感觉咯。你莫不是的酸奶有一点的口感，稠的。稠的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有一点稠度时候。好，来。好，来点柠檬。好。你加酸呢，它会稍微再凝固一点。莫程度。好。好香哦。盐。好呀。该是嘞，好，做得好，等下落去搅搅时候咧，好，所以你也开始吼做饼，好，饼其实唔是整体叫伊动托哈，动托，好。头，葱条，你辣椒是吼冻辣咯，
你好食啦，是绝对不用好多对。哦。呛出来。佢做的像人家一开始是汉堡嘅，用酸黄瓜做的嘛。酸黄瓜跟米头哈冇同样，嘿，而是啲辣辣嘅口感，跟米頭出啲偵查啲那邊哈。好，你係 cheese。好 cheese， 用上去。哇，按可以是當好食嘅呢。好，來啲。雞胸脯。哇！先包起來。我攞快火一下。好。你要剪係嘛？我剪。今天師傅做墨西哥嘅方式，我可以做泰式啊。泰式嘛做得啦，係啊。好，不用油下去。到你要做嘅，到泰國仔做嘅泰式醬。好。佢自己講嘅哦，唔應該講嘅哦。佢聽得來。好，不用啲油。加包好嘅圓餅，不用下去。你要那個這個封口面要先煎哦，不然才會固定。對對對。好。哇！等下。切係嘛？好，我用完整表。譬如那個後先嘛，介紹加嘛，介紹講嘅梅頭啊，而啦，呢個墨西哥嘅辣椒入火度，就做的。有些你一個不好嘅爆買嘅東西，通通都可以啦。咁我今日教大家咋做墨西哥，也是會辣。啊，你啊等下哦，撈個辣椒水吼，跟 Tabasco 哦絕配。你啊，因為你啊熱天凍嘢，哦你啊不下做吼，啊配一杯啤酒。哎呦，講到重點呢。講到凍嘢，就擦汗走入來哈。哎呀，轉過來。有。其實係剪起當像亂皮哈。按倒冇強啊！你要按做得吼，你兩種包起來，做圓的。哦，圓開嘅。嘛做得。會做像披薩安尼哦。哎，它是有這個潤餅皮用剪的哈，跟麵皮的香味就出來誒。我覺得很特別。因為今天其實主題係個夜市美食，你講個夜市美食國際化，真嘅呢，很厲害。因為啊，吃到第一啊，是就像啊頭前有講嘅啊，你啊是唔單止食到台灣的東西，要做的食到當多異國的料理，像嘛墨西哥也好，泰國也好，印尼啊，當多。好，來剪好嘞哈。好。黃兩安變起來，那又從亞西世界，喺呢度，亞西地圖又盤點。其實我攏講，你下當到亞視要行國際化，因為越快越大啊。那凊彩講，那亞視要學到你哦。好。用張檸檬。好，還有來弄哪個黃準皮？辣椒水。好，接出嚟你啲毛杯接買得到嘅 Tabasco。嘿 ，Tabasco。唔是這個搭配的東西。唔是。好。哎，做嘛？做得哈。好。哎呦，食看起來就當家，安尼做好誒。哎呦，做誒。哈，我冇想到，按你做嘢其實當簡單呢。其實差不多。你有冇有啲想法要做安呢？因為我係做個四川，我係四川師傅啊。哦，咁講我嘛當個是啲夜市。真嘅咯。係經營夜市美食，我嘛當個是，你看我身材。所以講我就想菜單啦。
应该是为中西合并。哦，因为我比较不喜欢做那种传统，因为今日来到台客萨做该传统的，该小吃时，该感觉太家都买啦，太家是买啊，该 YouTube 可能是有嘞，系啊，所以讲告大家哦，中西合并有没有？你看冻煎蛋，人家食材啊做出来的东西呢，有些50个份东西那变500个。跟你还记得你雅思是个最好食的东西吗？都连大白雅思一天没食嘞。啊，臭豆腐。最提到臭豆腐，臭豆腐啦。臭豆腐。不过你也开始嘞，你有新的选择嘞。好，来抢主厨丢起来。用大家讲，我抢大家是的国际夜市美食，系嘛该？没试过润饼。来走。如果你那个整个拿起来吃会更贵。贵涨哦！哎，贵涨啊！挤点柠檬汁哦，一个酸奶，该Tabasco哇！墨西哥，Mexico哦，要正经吼，俺好食咱俺做温来的吼。嘿，那吃到啊。你以前练生墨西哥卷饼的时间，个饼皮较脆。你吃到无嘛个料，吃到个皮吼，个面丝较粗。不过因为润饼，你印象中没见过诶。好，平常时你是底杯料菜较多。可是煎过以后，呀切，加上嘛个你嘛，加上点墨西哥辣椒，懂厉害。它竟然把里面的食材的味都提出来了。真的厉害哦，口腔都是那个。对啊，感觉到了墨西哥哦。对，真的。如果你那个整个拿起来吃会更贵。贵涨哦。哎，贵涨啊！挤点柠檬汁哦，一丢酸奶，该Tabasco哇。没，我想讲，因为带转去啊，本家老公生就排，那就排泄。我啦，韩国几个润饼皮啊，煎过之后呢，紧咬紧香诶。总摆来讲。出薯啊，你唔知有啲薯碟喺度，冇要緊。下擺我嚟做什麼？你主廚任務完成嘛？下擺記得來做你薯碟喺度嘅東西。好，真嘅好。因為我知道亞式嘅東西變到暗厲害，我想薯碟喺度嘅很厲害。好，什麼他做出來？謝謝你。我係看到冇同樣亞式好食嘅東西，一下是按到。好，再過來哦。好，希望你。有錢朋友啊，你下看說天師吼，等下聯絡一下好朋友也好，我看你也好，俺不要出夾夾去學亞視，看亞視愛什麼？蚵仔煎，也係講墨西哥卷餅，也係講你嘅漢堡排都好，也係冇食到嘅話，都是要出愛準時收看你咧，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持。上來了，我去學亞視，再見。大家好，胖總嘅胖師傅，今日東飯魚來呀，家有好食，今日嘅個夜市料理，希望大家啥又學起來啊，又中意麼？下擺有機會上來節目咧做有埋新嘅料理，希望大家會中意，希望。